南投埔里的竹學之路呢，才剛啟用無到3冬的時間，即馬就傳出這樹仔互人破壞的代誌。有民眾是發現這其中有2叢小楠樹呢，那像是互人用這鋸仔甲鋸一輪，看度是要到2公分，這是引起在地的議論，煩惱這是雕工要互樹仔死的。這亂來啊！這行道樹不能隨便破壞啊！這2叢安尼死啊啦，這無法度啊啦，真惡心的。對啊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看到樹仔互人安尼鋸，是真正唔甘，唔知影是啥物人會遮惡質，而且是2叢樹仔攏鋸。這是南投埔里的竹學之路，會當散步，會當騎腳車。埔里鎮公所接到消息，趕緊派人來調查，發現這是樹林地，現場嘛無監視器，嘛無法度掠着兇手。這阮頭家種的啦，都好好是安怎甲記安尼，咱嘛唔知。是阮頭家甲我講，我才上才出來看。經阮公所來這個查證，毋是阮公所做的，嘛毋是地主所破壞吼。公所表示非常的痛心吼，遺憾啦吼。2叢樹仔若總講有死去，為着這個安全吼，公所會來合作來甲這樹仔來移除。互人破壞這2叢是小楠，樹皮互人掛一輪，生態專家講。樹仔恐驚無法度移植，可能袂活。環狀剝皮哦，伊規身軀的養分攏無法度由樹皮送入去伊的頭部，最後這張樹木一定會死亡。尤其是環狀剝皮，若甲剝甲足清氣，新層層攏剝掉，要救回來的機會是足少的。這條竹學步道全長1.5公里，是南投縣長柯淑華2年外前向中央爭取800萬徵收的自然生態景觀的步道。專家講，小楠樹生了較慢，也要生啊遮大叢，上少嘛愛40-50冬。即擺因為人為雕工鋸一輪，這2叢樹仔等於已經予人判死刑。記者安修南投報道。